过来，过一个月就要中原普渡，不过目前猪肉价小1公斤已经要到100块。农保表示，因为最近的天气较热，猪仔无啥要食，大较慢才会起价。今另外一方面，台北市农商工会嘛决定，对明仔开始，鸡卵大卖价小1斤要起3块。这嘛是过去这4个月以来，这鸡卵第一届起价。家顶拢照鸡卵，人客慢慢仔紧，一地底袂落换一地继续底，趁店还袂收，赶紧把握机会，因为全台湾的卵价要搁调悬，日开始每台斤起3块。它要涨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对。这个又不能说买下来跟炖啊。目前这个价钱符合市场的行情，那我觉得涨3块是还可以接受了。鸡卵批发价为35起到38，产地价日时嘛为原先的25块半起到28块半，嘛是两家最近4个月头一届纪录回升。台北市农商工会回应，因为天气热，还有两家淘汰计划鸡卵的供应减少这个因素，才会决定起价。天气热一定会影响它的产量，这次产量降得比较快，主要还是因为淘汰老鸡跟强制换羽的动作。那供应量减少，最近菜价搁大起，影响到鸡卵买起。中元节嘛要到啊，可能会增加用卵的需求，两家是毋是搁调悬？工会表示，爱看产销状况评估。同款因为高温影响，互猪仔价嘛大起。最近一礼拜，猪仔平均价每公斤95至98，起到我要100块的大关。对我们家庭来讲，吃的还算多，对，所以就觉得短时间涨幅，对啊，就会真的还蛮多的。天气热就吃不下饭哦，或整个生产就会迟缓。7月前的2个礼拜就会慢慢的增加供应量5到10%。中元普渡都还未到，猪仔价就一直起，消费者都惊中元节若到价销会搁起。农业部是回应，产业界已经有提早因应最好尽量准备，一定会当稳定猪价。啊，不过是毋是会当有效压制，都爱搁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